同老友記演員 Matthew Perry 嘅死亡相關嘅醫生 Salvador Plasencia 已經同意向該演員提供氯胺酮嘅指控認罪。相關認罪協議喺星期一提交。Plasencia 係 Malibu Canyon 緊急護理中心嘅醫生，亦都係因為 Matthew Perry 意外藥物過量死亡而被起訴嘅5個人之一。2023年10月，Perry 喺屋企嘅熱水浴缸被發現失去意識，洛杉磯縣法醫部門認定佢死於氯胺酮嘅急性反應。法庭文件指控 Plasencia 喺2023年9月同埋10月期間至少7次向 Perry 分發氯胺酮，話其超出咗專業執業範圍，且冇用於正當醫療目的。佢教 Perry 嘅助理點樣俾佢注射氯胺酮，向助理出售氯胺酮等。起訴書指出 ，Plasencia 知道助理冇接受過醫學培訓，對使用管制藥物進行治療幾乎一無所知。另外，佢得知 Perry 氯胺酮成癮失控之後，仍然向其出售氯胺酮。目前 Plasencia 面臨4項指控，最高可以判處40年聯邦監禁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